来看法国的脚球名车姆巴佩要转战西班牙皇家马德里队。皇家队伫7月是摕到因队史上第15座的欧洲冠军哦。即马有姆巴佩加入，气势是如何？有风声讲姆巴佩合约一档是3500万的欧元。 法国总统马克宏甲球星姆巴佩握手的时，也确认过眼神。真紧，西班牙皇家马德里就正式对外宣布，姆巴佩所落来5年会是红白的一份子。姆巴佩也伫社交媒体打文，真欢喜家己的梦想变真的。根据西班牙媒体报道，伊的合约是每一个球季3500万欧元。C'est un attaquant, un matador qui sera, et on verra. Parce que le Real a besoin d'un tueur. Je pense qu'il le sera. 25岁姆巴佩2月时口头答应转去红马，5月对外宣布本季结束就会离开巴黎圣日耳曼。伊2018年伫国家队协助法国摕到世界杯冠军，也摆伫巴黎圣日耳曼那摆摕到法甲冠军，踢伫2020年欧冠决赛，因过将机会输互有梅西阿根廷。巴黎圣日耳曼伊当今聘请姆巴佩，巴西球星内马尔也有梅西，拢希望摕到一座欧冠荣耀，却一直拢袂当如愿。随着姆巴佩名气来愈大，红马摆伫2022年向热手，双方也有高度的兴趣拍算合作。不过，去年6月，和法国总统马克宏出面挽留落来。A mí personalmente no me gusta y yo no le ficharía. Hace 2 años nos vendía absolutamente y todos le gritamos en contra. 几天前，红马伫欧洲冠军联赛以2-0拍败德国的多特蒙德，是队史第15摆伫欧冠封王。这几年，甲姆巴佩球员积极接触，即马顶级俱乐部加上超级前锋，也互认为是足大绝配。另外，巴黎奥运姆巴佩捌表示愿意效力，国家队也需要伊，也毋过也爱看红马敢要放人。目前初步列出的25人名单无姆巴佩。主帅亨利表示，7月初3进前，什么代志拢有可能发生。公司新闻黄伟玲编译。